特朗普最近攞住關稅呢支大棒咧，周圍冇嚟冇去啦吓。咁問題係佢咁樣做係唔係真係有理有據呢？今日我哋講講特朗普發動關稅戰嘅合理性。咁另外咧，由於美國係通過美元霸權蠶食世界經濟嘅，而美元霸權又係同關稅戰緊密相連嘅喎，所以今集亦都用咗一半嘅篇幅用人話嚟同大家全面拆解美元霸權嘅運作邏輯。大家擔定凳仔坐頭位，聽我講故仔。咁佢打關稅戰呢，無非就係成日掛喺嘴邊嘅兩個理由嘅啫。第一就係話冚世界都喺度抽緊美國水，揩佢油啊！美國日日進口買入多過賣出，搞到長期貿易逆差，就好似美國去你間超市掃咗1噸貨，但係你哋咧先去美國間超市買翻半噸嘅嘢，佢覺得好唔公平啊！第二咧就係美國製造業俾人抽乾晒，工廠走晒去外國，就業流失，產業鏈斷裂，好多嘢咧都靠外國供應，咁到時你哋斷供我嘅，咁咪會危及國家安全咯。OK， 咁我哋一齊嚟睇下特朗普呢兩個理由到底成唔成立呢？定係亂點河馬呢？咁我哋首先講下點解美國會出現買入多過賣出嘅局面呢？話說1944年，美國要全球貨幣同美元掛鈎，然後美元再同黃金掛鈎，咁呢個咧就叫布雷頓森林體系。但係佢自己唔守規矩喎，喺越戰同埋朝鮮戰爭嗰時咧，為咗打仗印錢印到突晒，咁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咧就率先提出質疑啦。斥住幾萬個麻包袋嘅美金去美國換翻晒啲黃金翻嚟。嗱，美國最怕就有人帶頭起哄啦。之後咧，西德啊、比利時啊、荷蘭啊、瑞士啊，都攞住啲美元咧去美國換黃金啦。咁啊，到咗1971年，美國眼見換唔出咁多黃金啦，咁點算啊？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就話啦：咪住先，我而家唔同黃金掛鈎啦，但係你哋咧賣石油就必須要用美元結算。咁咧就由金本位轉做美元石油體系啦。其實就係美國換咗一種方式繼續玩霸權，幾十年嚟啊，每次玩唔落去啦，就推翻自己嘅規則，再建立新嘅規則，嚟嚟去去就係想印錢買晒你哋啲資源同埋勞動力啫嘛，仲想買埋火星添。所以貿易逆差係美元霸權嘅必然產物。咁點解我話係必然產物呢？三個原因嘅。作為世界上嘅主要結算貨幣，冚世界都要攞美元嚟做交易啊，做儲備啊，甚至對外投資都要用美元嘅。咁問題嚟咯，我賺翻嚟嘅美金唔係全部用翻晒出去買嘢噶嘛，我仲要儲錢啦，仲要投資噶嘛，好天斬埋落雨柴。咁即係咧，我嘅出口要大過進口，我先可以實現到盈餘啦。咁即係話咧，大家如果要有足夠嘅美元應付日常使費嘅話，作為美元嘅生產方，美國咧就要不斷將美元發放出去俾大家使啦。咁點發放啊？美國要通過買入外國嘅商品，將美元放出去咯。咁就自然形成咗貿易逆差啦嘛。咁如果美國而家想做翻順差嘅，咁你就變咗要賣出去嘅貨多過你買入嘅貨咯。咁啊調翻轉頭啦，就係要流入美國嘅美元多過去流出去嗰啲，咁冚世界咪唔夠美元用咯。咁大家唔夠美元用嘅話，大家就會用其他貨幣進行結算咯。咁你美元霸主地位又點維持啊？嗱，一唔係咁咯。假如你用人民幣結算嘅話，中國咪係咁印錢嚟買你美國啲貨咯。咁你美國咪做到順差咯。嗰時候中國咪變逆差咯。所以貿易逆差係美元霸權嘅根源性問題。美國通過發行美元嚟控制全球經濟，你而家特朗普想憑一己之力改變？你問過美聯儲背後班 banker 未啊？美國人工貴，成本高，啲工人啊準時放飯嘅，5點就收工噶啦。但凡係加班1秒鐘咧，都當佢輸嘅。做下嘢咧，就攞住杯咖啡出去 hea 下，再企啲煙仔吹下水啊，咁樣個零鐘就嚟一次 mini break， 喐啲就連同工會上街遊行，啲大媽撒頭殼都赤埋啦。喂，你打工定我打工啊？所以咧，佢哋好早就唔玩呢啲投入大、產出少嘅勞動密集型企業噶啦，轉而搞高科技、搞金融啊、高端服務業啊，呢啲先有附加值嘅，先至見到利潤嘅。咁至於勞動密集型工廠，佢哋早就搬晒去中國啊、東南亞、墨西哥啊啲地方啦，用印出嚟嘅美鈔買晒你哋啲勞動力，買晒你哋啲資源，利潤高之餘咧，生產安全嗰啲麻煩嘢咧，自己都唔使上身，簡直正到爆啦。好啦。
當美國啲日用品啊、電子產品、家具全部轉晒去外國生產，係咪又要靠入口翻嚟用啊？咁咪又造成貿易逆差咯。所以特朗普口中講到製造業流失係美國俾人抽水啊，其實根本就係資本主動選擇走出去嘅。呢一種係美元霸權之下追求利潤最大化嘅副產品。咁如果我哋假設美元唔係世界貨幣，只係一種普通貨幣嘅話，咁特朗普話齋我哋買咗好多中國貨啊，咁就等於美國需要大量人民幣啦，因為你要用美元換人民幣先可以買到中國商品啊嘛，咁人民幣會升值咯，從而中國商品價格就變貴咗啦，商品價格上升，需求減少，美國進口量咪自然減少咯。另一方面又係特朗普話齋，中國買美國商品唔夠多，咁即係對美元需求不足咯。咁我哋唔需要咁多美國貨，我仲要咁多美元嚟托咩？咁美元咪應該貶值咯？美元貶值嘅話，美國商品價格咪下降咯？咁從而咪增加咗競爭力咯？啲嘢平咗嘛？咁就有利於出口啦。咁樣咧，美國嘅產業咪得到保護咯？最終喺匯率平衡之下，兩國貿易就自然平衡咗咯。咁好不幸，頭先講嘅只係假設，因為美元係國際儲備貨幣。你哋賣咁多貨俾我，你哋手上揸咁多美元，我啲匯率咪好容易會跌咯，到時白嫖唔到你哋咁多嘢咯，唔得，我要諗條橋先。嗱，你哋揸住咁多美元會跑輸通脹嘅，不如你借俾我，我俾利息你哋啊。於是美債就代替咗美國貨物，成為一種出口商品啦。咁全世界對美元嘅需求又增加咗啦。美元嘅匯率就因此被高估啦，呢種高估就導致美國商品價格同時被高估，美國商品就自然失去競爭力，從而產業逐漸凋零。美元被高估之後，用美元購買外國嘅商品就變得更加平咯，咁進一步增加商品入口嘅數量啦。一句話講晒，美國用美債代替貨物出口，令美元被高估，從而令自己商品貴咗。同時亦都打壓咗別國嘅商品價格。好啦，以上三個維度我哋解釋咗，由於美元霸權嘅存在，令美國可以用印出嚟嘅美元白嫖世界上嘅大量資源，仲可以高薪挖角全世界嘅人才，為佢哋研發高科技，又可以不斷製造武器以武力震懾別國，更可以打造出世界上最大嘅情報部門。只要美國稱霸世界嘅野心一日仲喺度，美元霸權就唔會消失，美國嘅貿易逆差就冇可能改變。咁講完美元霸權嘅問題，而家就翻嚟講下美國製造業回流嘅問題。究竟特朗普所講嘅回流係咪真係可以實現呢？定係一張空頭支票呢？2019年，網飛上映咗一條紀錄片《世界工廠》，裏面講到中國玻璃大王曹德旺喺美國俄亥俄州嘅玻璃廠。啱開始，各種工作效率嘅問題啦，生產安全嘅問題啦，生產質量嘅問題啦，接踵而至。第一年就虧損咗4000萬美金。咁後嚟即刻換咗華人嘅高管，改用多勞多得嘅薪酬制度，仲解除咗工作效率低嘅員工嘅合約，幾咁艱難呢？先至喺2018年扭虧為盈。紀錄片裏面仲提及到一個中國員工相當於3到4個美國員工嘅工作量。另外，特斯拉喺全世界有6座超級工廠，美國有4座，另外1座上海，1座德國啦。喺2022年，全球交付約131萬輛，其中上海工廠交付超過71萬輛啊，佔全球總交付量一半以上。由此可見，喺製造業生產效率方面中國甩美國9條幾街啊！仲有美銀證券嘅研究報告裏面就提到啦，如果將蘋果手機嘅組裝遷翻美國做嘅話成本增加91%啊！即係1000蚊美金嘅手機，成本會增加到1910蚊。哇！原來工廠轉去其他國家生產，美國啲資本可以賺多一個開嘅，仲要唔使自己煩添。俾着你係資本大佬，你點揀呢？另一方面，如果遷翻美國去生產嘅話貴咗成個得，仲有幾多人會買你啊？市場經濟嘅本質就係尋求最佳嘅資源配置，而資本嘅本質就係追求利潤最大化。呢兩個都係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嘅顯著特點。
特朗普想通過人為干預去改變規則，做咩啊？你想改變美國制度啊？你講就係啦，咋諗我哋開個會，等我哋教你啊！所以製造業回流根本就係 mission impossible。你話有個別企業喺美國要設廠投產，咁係正常現象嚟嘅。但係你想整體回流，根本就係美國政府效率部吹水，度噏啦。綜上所述啊，特朗普發動關稅戰所講嘅兩個理由，首先就係要將貿易逆差轉變為順差，但係喺美元霸權之下，根本係唔可能實現嘅。而第二個講到嘅製造業回流，同美國現有嘅發展進程、文化、制度、歷史都存在巨大嘅鴻溝，除非特朗普可以將美國帶翻到170年前嘅工業時代啦，呢個只能夠大家開下玩笑啦。咁通過呢啲分析，我哋就不難看出特朗普推行關稅戰呢，只係借用兩個理由作為障眼法去掩飾嘅啫，而背後更隱藏住不可告人嘅目的同陰謀。呢個我哋留到日後再講。如果大家有興趣聽嘅，歡迎留言俾我。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我係老李，一個接地氣講人話嘅數據流博主，我哋下一期見。